做酒水銷售想出海，還在靠人工跑單，注定被市場淘汰。傳統酒水經銷商國內內卷嚴重，想轉型海外卻屢屢碰壁，不懂運營規則，沒有穩定渠道，人工拓客低效，團隊成本高，忙活大半年，業績沒起色，資金反被套路。不是海外沒機會，是你的方法太落後。我做銷售20年，見過太多經銷商轉型失敗，佈局海外市場時，我們打造了一套適合普通人的輕創業模式，依託全球供應鏈，在澳洲、東南亞等多地佈局，產品覆蓋全球多產區優質酒水，為出海築牢基礎。針對跨境核心痛點，我們推出 AI 新銷售8步，將 AI 獲客融入全流程。AI 精準篩選海外線索，智能分析需求，自動化跟進維護，大幅提升拓客與轉化效率。搭配雲倉酒莊輕資產模式，不用重投入，不用狂風險，幫傳統銷售和經銷商輕鬆打通海外新年路。傳統酒水生意難做，想轉型海外輕創業，關注我，下期手把手教你 AI 海外獲客第一步。